不能说的秘密。小华信中，他们钟氏家族世代定居在伦贝乡方南村。方南村古称方高寮，这个聚落南边有一条大排水沟，伫过去是弯弯弯弯的，逐摆落大雨就会放去，所以人就甲这个聚落号做方高寮。然后政府甲方山的方改做方仔的方，方高寮才改名号做方南村。方南村里有一座钟家祠堂，祠堂里供奉共同祖先钟馗，还有永四公。小华知道抓鬼的伏魔大帝钟馗，但不知道永四公是谁，他就去问阿公，但是阿公只说就是祖先。小华想要再问清楚是谁，阿公就不肯说了。后来有一次，阿公正和其他长辈说话，小华经过的时候，正好听到他们好像谈到祖先的事情，但是阿公他们一看到小华，立刻改变话题。小华心里想，阿公为什么跟我搞神秘？到底是什么事情不让我知道？这一天是清明节，一大早村民们都赶着去扫墓，而钟家的族人则是要入庄举行宗亲会。小华在刷牙洗脸的时候，眼皮忽然跳了几下，他想，听人家说跳左眼是，跳右眼是，咦，我刚刚是跳哪一眼？算了，忘了就忘了，不理他。小华走到仙姑桥的时候，碰到正要去扫墓的杨佑明。佑明靠近小华，小声对他说：“你们家拜水流师。”你说什么？小华没听清楚，再问。我阿公说你们钟家拜。佑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水流师。”小华听清楚了，吓了一跳，头皮发麻。有这样的事？正想转头去找阿公问，刚好大伯公从前面走过来，大家赶紧上前打招呼，小华只得跟着大家一起走。到了光禄宫，好多族人都在那里，祭祀典礼开始了，大家恭敬地举行仪式。仪式完成，大会接着颁发奖助学金，奖励组里学业成绩优良的学生。再来开始联谊活动，广场里一片热闹的景象。最后是吃会活动，族人开心的一起吃饭聊天。小华看到大家都这么高兴，趁机会问永四公的事情。大伯公一听，马上压低声音说：“小孩子不要乱讲话。”小华不好意思，脸红的低下头来。坐在一旁的阿公看到这个情形，沉默了一下，便开口说：“小华呀，祖先过去的事情，考虑到族人们心中的感受，有不能说的苦衷。你既然都听说了，那么让阿公来讲个故事吧。”阿公说，最早我们祖先开垦的地方，原来是从现在二仑乡复兴村的八角亭开始的。不过因为当时住在那里的人都很强悍，祖先们待不下去，所以辗转搬到这里。有一天，祖先照常在三角涌附近耕作，忽然看到河面上飘来一个东西，于是就把它打捞上来。一看，原来是一具尸体，但是这个人大家都不认得，都不知道他是谁。虽然是无名尸，但是事关死生大事，祖先心存善念，想要好好安葬他，所以当下便找族人们来帮忙。就在安葬的时候，祖先发现亡者身上有2锭纹银，祖先就用其中1锭纹银为亡者办理丧事，而另外1锭纹银，有一个族人因为急需用钱，起了贪念，假装说要代为保管，其实是想暗地里占为己有。这天夜里，想要私吞纹银的族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他梦到一个陌生人哭着说他是来台湾做生意的，不幸发生意外，死在异乡。他很感谢钟家为他料理后事，没有成为孤魂野鬼。最后，那人说，现在钟家发达的机会来了，但是要记得勿存私心，要好好把握。这个族人从梦中惊醒，对自己一时的贪念感到非常惭愧，他立刻向族人坦白认错，并且把梦里的事情告诉了族人。虽然大家都不明白梦里那人说的发达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本着有利润同分享的信念，大家一致赞成把这1锭纹银当做公积金，
作为投资做生意的本钱。从此，钟家祖先做起借贷的生意，他们借给人家米麦的种子，收成以后加倍偿还；买来牲畜，借给人家饲养，生小羊时各分一半，生小猪时分成3份，偿还1/3。小华问：为什么生小羊跟生小猪分的不一样？阿公说，养羊省工，成本低，因此生了小羊，主人和饲养的人各分一半；而养猪的成本高，所以生了小猪，分成3份，主人分1份，饲养的人分2份。那时大家都会唱：猪食喷，3分分，羊食草，对半拗。阿公说，祖先会做生意，很快的农场里猪羊成群，田里五谷丰收，借人钱亩，更是钱滚钱，利滚利，所赚的钱都存起来买地，最好的时期买地超过100甲，名声传得很远，人人都说这是奇迹。大伯公说，小时候听长辈讲，跟钟家做生意的人事业都很顺利，大家都说天公伯就是要帮赚增价，好心有好报。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，一桌的人都笑了。阿公说，钟家因为先祖的保佑和陌生人的文银而繁荣，大家怀着感恩的心，所以建钟氏祠堂将他们供奉起来，合称永嗣宫，代表着钟氏族人家业永续绵延不绝的意思。听到这里，小华明白了，心里想，原来永嗣宫跟钟家有这样不为人知的关系，因为祖先的善良加上智慧，开创了繁荣的事业和幸福的生活。他觉得心里暖暖的。吃过丰盛的大餐，结束了开心的聚会，小华一家心满意足地离开光禄宫。当他经过佑明家，小华还不想回家，他拉着阿公说要找杨伯伯泡茶。其实他是早就想赶快跟佑明分享钟家的故事了。今天真是奇妙的一天。